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Royal Lux， 我係 Michelle。今日咧就好高興咧，想同大家介紹2025年百德菲臘最新出嘅女裝腕錶喎。咁大家睇我一身嘅打扮藍色，知唔知道呢一隻係邊一隻錶呢？冇錯啦，佢嘅型號咧就係7010G。咁百德菲臘咧就譽為鐘錶界嘅 Royal Blood 啦。咁呢一隻7010嘅腕錶咧就喺2025年最新推出嘅顏色。咁同其實本身咧都有7010呢個系列嘅啦。咁今次咧出咗一隻史無前例嘅天空藍，大家又中唔中意呢？咁其實百德菲臘咧佢一個牌子咧就係講緊一個代代相傳啦，咁佢哋嘅 slogan 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就係咧，你永遠咧都唔會擁有一隻百德菲臘嘅腕錶，其實你係幫下一代去保管嘅啫喎。咁佢咧就有呢個代代相傳嘅精神啦。咁其實真係我本身咧做珠寶呢一行嘅時候嘅初心啦，就係想將客人想中意嘅首飾啦，就變成一件可以永久保存嘅珠寶首飾，然之後咧代代相傳去下一代。所以點解我哋咧叫 Royal Lux 就係咁解啦。咁今日咧就帶咗一隻全白金嘅款式同埋一個複合物料錶帶嘅款式俾大家去揀啦。咁其實佢哋嘅價位咧都差成20零萬嘅喎而家。咁講一講隻全白金先啦。全白金呢一隻咧就用咗18K 白金，咁佢個直徑咧係32mm，厚度咧係得6.9，係超薄系列嘅設計。咁佢都係保留翻一個 Nautilus 嘅設計，就係一個八角形嘅設計啦。出邊咧就鑲咗46粒鑽石，總共咧係有80份咁多噶。咁大家可以留意下中間嘅錶盤啦，個紋理咧其實係一個波浪紋啦，就唔係一個直間嘅橫條紋嚟嘅喎。咁除咗個錶盤好靚之外咧，佢中間嘅12點、6點同埋其他鐘頭嘅刻度咧，都係用咗一個白金立體字塊。同埋咧上邊咧都有一個熒光塗層，所以你喺黑夜之中咧都係睇到時間㗎。咁7010系列咧就係一個石英機芯，即係佢係 quartz 啦。佢個機芯咧係用咗 E23-250嘅。咁入電嚟講咧，大概粒電咧就可以用2年。咁另外咧都提大家，如果大家有一隻石英腕錶而粒電咧就已經冇晒，即係佢停咗一段時間嘅話，咁大家咧就即刻要攞去換電，或者就算唔換電咧都要拎粒電池出嚟啦。如果唔係粒電池咧就會氧化，會影響到個機芯㗎。咁如果大家朋友仔咧唔中意白金嘅話咧，咁其實咧呢一腕錶咧有玫瑰金俾大家去選擇嘅喎，就喺2023年咧就推出咗呢一隻紫色面嘅7010R啦。咁7010R除咗全18K 玫瑰金嘅錶帶款式啦，都有一個合成物料嘅錶帶俾大家去選擇，就好似頭先我講呢一隻嘅7010G 有呢個藍色錶帶襯翻，咁佢呢，如果係呢一個系列嘅話咧，就係一個紫色錶帶襯翻嘅。咁呢3隻腕錶咧個內籠機芯啦，同埋個直徑大細咧都一樣，不過咧顏色上邊咧就真係超級唔同啦。我自己咧就會比較中意一隻紫色啦，同埋玫瑰金啦，就比較突出啲啦，同埋一個優雅啦、貴族啦，而且係隆重少少嘅場合可以佩戴啦。如果咧大家想清新啲啦，或者係優雅啲咧，就可以揀呢隻白金藍面。咁如果大家中意 sporty 啲嘅話咧，就不妨去考慮下呢個合成錶帶啦。咁其實佢係白金就會襯翻呢個藍色錶帶，而玫瑰金咧就會襯翻紫色錶帶，同個錶面係一樣顏色，咁整體嘅感覺咧就會好突出啦。咁今日咧就介紹完呢個 Nautilus 嘅7010系列啦。如果大家咧係中意細錶面啦，而且係18K 金嘅材質，而且佢又夠薄嘅話咧，就可以不妨考慮呢隻7010喎。咁如果大家咧都係中意 Nautilus 啦，但係又唔中意太細個錶面咧，其實可以考慮呢個7118嘅系列啦。咁其實7010同7118主要嘅分別咧，就會係一個細錶面啲，一個大錶面啲。咁其實佢個錶嘅機芯咧都係一個唔同嘅，一個就係行 quartz 嘅入電機芯啦，另一個7118咧就係行一個自動換錶嘅機芯嘅喎。咁自動換錶個功能上嘅複雜性咧，就當然係比石英機芯咧複雜同埋勁好多啦。咁所以咧個價錢方面咧，如果大家個 budget 咧都係一樣嘅話咧，喺7118嚟講咧就淨係可以揀到鋼嘅材質啦。咁如果大家咧其實
Aquanaut 同埋 Nautilus 咧都冇乜所謂，都係想要一個八角形嘅手錶 PP 系列嘅話咧，就可以考慮我而家戴緊呢個系列啦嘅 Aquanaut 嘅我而家戴緊呢隻係5167啦，咁其實新款咧已經出咗5267嘅系列㗎啦。咁5267咧就係 Aquanaut 系列啦，佢係一個經典嘅手榴彈款啦。其實佢個錶面咧就有一格格嘅紋啦，同呢個波浪形嘅錶盤紋咧，我自己覺得就好大分別啦。一個係優雅啲啦，一個就係型格啲嘅選擇。咁大家如果對手錶鐘錶有興趣嘅話咧，都不妨留言俾我哋，話俾我哋知大家中意啲咩款式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 channel 咧，記住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啦。下集見，拜拜。